我叫朴猛，因为 MG 集团病毒的泄露，我的身体里住进了4个人格，谁坐上那把椅子，谁就可以掌握这具身体。你接着跑啊，白山白教授。不会是公司公认的追踪者啊？你应该知道背叛公司的代价。K 病毒，这不是你一个人能盗取的。说，你背后是谁？我背后没有人啊。来，给你看个宝贝。K 病毒，来啊，我们合体啊！你疯了吗？木兰，朴们跑了，废物！阿木，你没事吧？这是谁？女朋友？好像是刚才手机屏保上的那个女孩。好漂亮啊！她这口红色号是什么的呀？既然是朋友，也把她当作屏保，应该值得信任吧？我反对，保险起见，我们应该避开他所有的朋友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落脚商量。跟着他也许能找到一些线索。记住，现在是我在掌控这个身体。喂，我没事。没事，赶紧走啊！交代你的事情没办完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有人给我电话说你在医院，让我来接你，赶紧走吧。刚接到消息 ，NG 集团的人正在酒吧跟橘色传媒副总编见面，他们肯定是想利用媒体掩盖 K 病毒泄露事件。又是 MJ 集团。录音笔、摄影包、记者证，车上物品凌乱，备了很多泡面和牙刷、毛巾。看来他的工作需要长时间待在车里。跟踪还是监视？名片上只有名字和职位，却没有工作单位。结合车上备的日常物品，应该是一个喜欢挖掘猛料的独立记者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想曝光 MG 集团？看来这位三野小姐姐暂时可以成为盟友。你在干什么？放开！哟，这不是大记者三爷吗？怎么离开我们角色报社就只能当狗仔了？这个废物还跟着你？这个娘炮！朋友，旧同事，早说让你跟着我啦！三野还有利用价值，帮。你刚才在说我吗？讨厌！记住，小心2只老虎。